各位朋友，我係世紀21羽田地產蔡生威文，而家同各位介紹呢個筍嘅放售盤，係大埔悅發大廈。悅發大廈入伙日期係1988年，但係外牆已經做咗大維修嘅。悅發大廈交通方便，近太和港鐵站，只需行10零分鐘便可到達啦。民生設施應有盡有，附近有好多食肆同埋商場、銀行同埋大型嘅商場。小學校網係84，中學校網喺大埔區。而家介紹呢個筍嘅放售盤係2個房，實用面積447尺。事不宜遲啦，我同各位去睇睇呢個筍嘅放售盤。首先我哋睇睇呢個單位嘅大廳，單位大廳呈長方形，業主提供咗有部冷氣機。我哋睇睇呢個單位嘅廚房，廚房係雅致嘅，業主提供咗有煤氣煮食爐、一部洗衣機同埋一部雪櫃，廳窗開揚，向南。我哋睇睇呢個單位嘅洗手間。洗手間業主將原本嘅浴缸改咗為企缸，有窗。我哋睇睇呢個單位嘅客房，客房大概有50尺，兩邊都係有窗。房窗開揚，業主提供一部冷氣機，有一座企身大衣櫃。我哋睇睇佢呢個主人房，主人房面積大概有80尺，房窗開揚，有窗。業主提供一部冷氣機。一座大型嘅企身衣櫃，如果邊位對呢個筍嘅放售盤有興趣嘅，麻煩你聯絡世紀21羽田地產。多謝各位，多謝。